乡亲啊，世界名为蒙娜丽莎的微笑，煞来变做是病态的苦笑，原因是食毒使海洛因。为着要来推广着反毒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、甲台中科学博物馆、甲法务部等等的单位创意合作，互食毒了后的世界名画呈现眼前，希望民众会当真实来感受到毒品是安怎咧危害人体健康。请微笑往前看。提牌啊，画反毒口号，中国府医和科普馆、法务部等单位创意合作，透过改变世界名画《蒙娜丽莎》的微笑，让民众看到蒙娜丽莎食毒了后的模样。名画让大家可以了解说，其实在吸食毒品前跟吸食毒品后的这个整个表情啊、身体的姿势啊，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。除了对于现在的毒品予以查缉以外，对于新兴毒品，我们也都予以列管。一摆跨单位合作，把美丽世界名画变作食毒了的模样，让民众更较有感觉。他吸毒戒毒之后很容易再犯，所以我们台中市针对吸毒我们都有列管，都有辅导员。科普馆利用 AI 科技，让大家看到画中人物直接触无共毒品了后的模样。伫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登到18号，透过艺术作品，让民众熟悉毒品的危害。